每日朝早個鬧鐘一響，最掙扎嘅唔係起身返工，而係要對住塊鏡花10幾分鐘去畫條眉。畫得高低唔對稱都算啦，最慘係夏天出街流少少汗，一抹就甩色，即刻變咗無眉娘，真係好崩潰喎。絕對明白，對於我哋呢啲生活節奏急到飛起嘅香港人嚟講，時間就係金錢，所以呢幾年半永久化妝簡直係偉大發明，慳返啲時間用嚟瞓多陣唔好。不過講真，去到2026年，半永久眉嘅技術已經進化到令人眼花繚亂，由以前死板嘅紋眉變到而家有霧眉、飄眉，甚至係歐美風嘅野生眉。到底新手應該點樣揀先唔會中伏呢？呢個真係個大哉問，好多人以為求其揀個最 hit 嘅款就得，但其實背後大有學問。不如我哋先由最受歡迎嘅霧眉講起啦。我聽講霧眉出嚟個效果就好似化咗妝咁自然。冇錯，你可以想象下，霧眉就好似你用眉粉輕輕掃過咁，有一種淡淡嘅漸變嘅粉霧感。佢最勁嘅地方係不挑人，尤其係香港天氣咁濕熱，好多人都有面油、毛孔粗大嘅問題。如果你係大油田肌膚，做霧眉就最啱啦，因為佢本身就係片狀嘅效果，流色度極高，做完幾日之後就自然到好似天生化好妝咁。聽落好自然，但係如果我追求極致嘅泥素顏，像人哋紅豆買一買都睇唔出我增過眉，咁係咪應該揀飄眉？聰明。飄眉玩嘅就係仿真度，紋繡師會用特製嘅刀片，一條一條咁畫啲毛流出嚟，真假難辨。不過呢度有個好殘酷嘅真相要提醒大家，飄眉係好挑膚質嘅，如果你係大油田，千祈唔好搞。點解呢？油性皮膚會出事？你試下想象，喺一張微濕嘅紙巾上面用原子筆畫線，條線係咪會化開晒？油性肌膚做飄眉就係咁，啲精細嘅線條好容易會暈開，最後變成模糊一灘，完全失去咗飄眉嗰種利落感。所以飄眉比較適合中性或者乾性皮膚嘅朋友。原來係咁喎，呢個比喻真係一聽就明。咁近年由外國紅到嚟香港嗰個野生眉又點呢？睇相見到啲毛髮根根分明，好有混血兒嗰種高級感，氣場好強。野生眉的個後線，佢結合咗線條感同埋立體感，眉到啲毛直立起嚟，有一種狂野嘅生命力。但係做野生眉嘅門檻係最高嘅，首先你本身一定要有一定數量嘅真眉毛。如果你本身係無眉狀態，硬生生去做野生眉，出嚟嘅效果就會好生硬。簡單講，連樹都冇，點樣可以打造一個森林出嚟呢？哈哈，無樹做唔出森林，好精闢。其實講到尾，無論揀邊種技術，安全同衛生先係最核心嘅問題。以前成日聽人講啲阿姨對眉變咗藍色、紅色，諗起都覺得恐怖。絕對係，以前嗰啲係用咗含重金屬嘅廉價工業色料，依家2026年專業嘅做法，一定係用國際認證嘅純植物納米色料，會隨住新陳代謝自然淡化，而且所有接觸皮膚嘅針具都必須係即棄嘅。所以大家去揀鋪頭，千祈唔好淨係睇價錢，一定要求睇佢哋嘅安全認證，同埋睇下啲客復原後嘅真實相片。講起復原，好多人最驚就係痛同埋結焦。唉，其實為咗靚，我哋人類真係願意付出好多代價。有時我會諗，我哋追求呢啲半永久技術，到底係為咗對抗容貌焦慮，定係為咗奪回對生活節奏嘅控制權呢？呢個問題問得好有深度。其實依家做眉已經唔痛啦，有舒緩膏幫手，好多人舒服到瞓着。我覺得，與其話係容貌焦慮，不如話係一種自我投資。當你每一起身，見到鏡入面嘅自己，已經係一個準備就緒、精神奕奕嘅狀態，嗰種掌控感同自信係冇價嘅。當然，做完之後嗰個星期，兩手唔好搣焦，都係對內心嘅一種修行理解。
冇錯，3分做7分養嘛。聽完今日嘅拆解，相信大家對點樣打造完美素顏已經心裏有數。科技令我哋可以輕鬆定格美麗，但真正令你閃閃發光嘅，始終係由內到外散發嘅自信。係啊，潮流會變，微型都會隨住色料淡化而改變。未來嘅審美又會變成點呢？可能有一天，我哋連半永久都唔需要，一粒藥丸就可以長出完美眉毛都唔定呢。哈哈，咁就真係科幻電影啦！希望大家都可以考慮到最適合自己嘅美學方案，每日慳返20分鐘去享受更美好嘅早晨。